人犯阮阿鱼，妖言惑众，欺君犯上，本官宣判，斩立决，以告祭雨神。星月令到底在哪儿？住手！子阳哥哥救我！又是你这龙妖，上回饶我诛杀天血魔，现在又到雷泽台欺负雨神，那又如何？你降雨之事，雨神奏请过天帝，行雨时我也在场。尉迟镇的确久旱，近日也未曾下过一滴雨。我刚刚就跟他说过了嘛，我早就收到凡间王上请求，昨日就降雨人间了，除非有人在尉迟镇撑了把大伞。可是星玄韵该是雨后出现，可明明没有下雨啊。尉迟镇或许真的被什么东西挡住了。挡住了？去了便知。谁在干扰我行雨？诸位稍等，待我再施法。再试一次也一样。是谁设下如此大片光幕，阻挡雨水？你们是否记得，天血魔死时发出一道光，这光幕应该就是他最后的怨气。尉迟镇就是他灰飞烟灭的地方，他是想把这儿变成荒土，为他陪葬。玄冥，再试恐怕也徒劳无功了。先随我去禀告天帝。是。人犯阮阿鱼，妖言惑众，欺君犯上，本官宣判，斩立决，以告祭雨神。妖女，终于为智勇哥报仇了。别胡说！阮阿鱼，你可还有什么遗言要说？无有，我有话要讲。说吧。我要认错，但我不是对王上认错，我错在不该给尉迟镇的街坊邻居们希望，却又让你们失望。各位街坊邻居，阿鱼在这儿向你们认错了。